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哥條後面。其實更加他講嘢去宜蘭吼，一聽我迄個地方都係我哋呢東山河嘅清水公園。當初因為東山河清水公園睇落成嘅時間，其實對台灣來講係一個該重要嘅我哋講里程碑，因為伊唔單止係一個體驗我哋嘅清水公園，聽嘢講，而係一個經歷到該動人嘅演奏完成了一件事情。因為嗰時間吼，常常會因為演奏晚人。好，可能前面的工作都停了一下，但是無論講前面的演奏，伊可能都最多年期可能8年都2屆8年，嗰時好多事情8年都結束。但是東山河清水公園其實做過久，你起碼係一個幾完整的對我哋把所有的水文同人文的全部參考好來嘅一個幾重要一個案呢。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咯，以年輕嘅時節都有參與到我哋東山河清水公園的建設，同時已經加馬蹄藝等嘅台南嘅土橋，成立一個水牛建築師嘅事務所。那以這個本身呢，嘛係一個我哋2013年嘅傑出嘅建築師，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陳運興陳建築師來到現場。建築師好。大家好，我係來自桃園龍潭嘅陳運興建築師。大家好。建築師，你頭先講係台南嘅桃園嘅龍潭人啦，嗬。嘅龍潭嗰邊嘛係講實驗法，實驗法係啊，我細細書講到睇啊。我哋阿婆係做龍潭啊。哦，係啊。係啊。係啊，嗰時你睇陸琴埋喺全部是講客家啦，嗬。講客家。講客家。因為頭先我哋已講，你這個係一個建築師嘛，嗬，建築師。咁當初做乜我先做去學建築業嘅行業咯？我細細家哦，蘇親做龍潭嘛，嗰兩時40年前哦，咪撞下嘛，撞下又冇生意，又冇乜嘅學教嘅啊，所以當日做老闆同鄰居嘅生意呢，就都我不下順後就製材所，製材所有青島木料村嘅嗬，他告訴飲來一個希望，撞下樣搞，係個沙堆啲乜都。細細蘇親用，先後用這個樹，去做東西，去搞做東西。嗰兩時我都經過仲好啦，都上過唔掉，做乜計係一擺，都讓我同學去看書展啦，有一擺看書展都看到有世界有名嘅建築師，那萊特，佢嘅有一件配種啦，那落水山莊。一年四季冇共用嘅風景哦，佢我實在本來看到係是天都用嘅，這樣不是失眠哦，想講下一擺嚟做建築師，看起來還不錯嘅感覺嘅，嗰兩時是結聽哦，是想要讀建築。嗰時間睇人即係去考大學嘅時間，你能填建築嘅一個呢下，還是講其實有吧有填配咧一個冇共嘅可能咯？我屬於形象講我讀建築，我就填建築聽聽。講我冇行業反對啊，我老師沒反對。因為嗰時想講啊，你這個通建國總好，然後同時哈，這個嗰時誰來睇不懂？哎，同埋電子電機，天子天機嘛哈，冇尤其係你這個有天意類組。第一類組係好，然後大部分現在都希望講拖出國貨吧，如電子電機啊，好網絡之類的。但這個通建築，因為一般來說，幾時人人推地方，我因為講做建築，係咪還要去工體地方，去開去我哋做內水啊什麼的。可是幾時家人咧反對嘅一啲原因係乜呀？也唔係講一定反對啦，因為我填資源第一就係填東海大學。跟我不下言哦，我爸爸媽媽都講，你可唔可以從台灣大學填下來因為一下子填東海建築我都想講，我自己查資料講，台灣最好嘅建築，呢起碼緊呢沒有成功大學，沒有東海大學。我東海大學嘅校園真正，韓國東海大學嘅遊樂宣傳學校宣傳。看到嗰啲學校安講要提供嘅貝聿銘雜嘅世界有名嘅，所以是不是做到幾便宜嘅？你都本嘅高頭想做啦。係啊，我本下沒反對，我老師沒反對呢。
不过以前其實喺我哋嗰時就讀書嘅時間啦，吼，其實雖然講東海大學係伊個私立嘅學校，但是其實東海大學因為伊有外國嘅我哋講宗教嘅伊個經費嘛，吼，同時佢個外國嘅資源，嗰時其實我哋以前佢早期嘅大學地方，吼，台有這個風格，東海有這個風格，嗰種講嘅生態嘛有這個風格，嗰時個每啲我哋講。校內地方呀，吼，其實有風格會完全都冇共樣。但其實後來你去東海以後，你會感覺到講，也係免當初做最正確的一個選擇咯。那等下回想起來，嗰兩時做嘅選擇啦，哈，是係正確。因為講雖然講東海大學讀5年啦，要讀5年。嗰5年嘅時間啊，從按地海按有深度嘅學校地尾度。學校本身是建築，是我愛老師，地尾度就是福慶道，回到環境是幫我很大的啟發，還是都按呢選擇是正確的，到了為止，我都沒有後悔。因為我哋幾多位朋友，伊當初學建築嘅呀，因為嗰時我哋有時睇嘢嘅時攞去簽名啊，伊都規模下，名義都睇畫圖，啊，講畫唔係下唔咩？佢畫嘅吼，先人看嚟都久啊，都是接出去嘅重畫，嘿，然後2年生嘅時候就開始嚟做模型，好，那每日割嘅有個模東西，割得弄樣，阿公佢講嘅呀，沒有被老師丟出去了，然後重新做，阿公嗰時間你這個好是一回事哦，啊，後來你讀建築校內嘅時間。你這個有不曉得按反衝嘅一啲嗰種訓練啊、畫圖，以前你看幾時嘛冇天龍畫圖米筆，啊，你看下嚟同學睇一年生嘅時候都睇嘅一啲稿子上面佢是寫詩有冇？啊寫絲絲角角，伊講也係一寫絲絲角角講呀呀，嗰種唔知個寫嘅圖上吼寫牛嘅圖全部圖都冇得老師接，係嗰種從幾時節。開始去接觸到我哋真實的傳統嘅建築師嘅一啲訓練嘅時候，你就會被嚇到。真開始真係嚇到咧，嗰種幾時間，即係你講讀5年嘅一啲建築師畢業以後，後來你去做編嘅嘛，你做編。其實做編來講，唔係幾時話要2年還是3年？2年。但是幾時你開始有處長嘅，然後有處，其實因為我哋外島嘛，算有嗰度駐軍嘅時候。冇錯，嗰時幾時會出到金馬獎還是？啊，幾時嘅建築師，即個係出到哪？係出到金門，幾多金門？出到金馬獎。啊，要叫死喎！哦，張開始心情真唔好，因為做唔得東馬冇下講，那去金門，保密嘛。是從以防嘅路況冇唔錯。從火車站下來月台，隔個到天馬冇下講喺金門嘅。唔過去到金門哦。還是攏會運氣真好。去到金門，嗰兩時嘅金門就做很多工廠。正屬於是要做土建築嘅。去到金門是本意建築嘅。所以做工廠師嘅。不過金門青島落建築。嗰兩時還有準備一本李乾朗老師嘅書啊。所以一有閒，去年市場插隊去看。其實嗰2年哦，這都收穫心態啦。你看做2年的做我面對來講嘅話，其實多相反。然後聽你講，你這個把你這個學習嘅東西，可以睇幾時間可以用出來，好實際嘅用出來。因為幾時開始喺度做我哋講軍事工廠嘛。聽你講，其實金門嘅建築對我哋台灣嘅人來講嘅話，真係像我哋講，可能明白看到金門嘅建築，我發現講啊，是馬家很多有錢人家，真係就完全冇共用。係啊，真係係。可以念過啦，吼，嗰兩時去啊，吼，金門了，嗰兩時在站梯哦，喺站梯係啊，按部條做看唔到講哦，吼，不過伊有時間去操練長官的吉普車就，到處去看，有閒你去家去看建築，真的唔講冇錯，佢保存得非常好，非常有文化底蘊的色彩，而且伊連嗰度都講，嗰度係一大片，譬如講十個四合院。可能台灣人講造鎮，人家在金門以前的時間，鄉鄉路呢全部起好了耶。真的，很多路行都做人鹽都薄，感覺。係啊，嗰時等於講，像你這個作品係的係，你起碼個是考上建築師的呀。
7万张考到建筑师，47岁张考到建筑师，所以讲48岁张开业，开业都了生命眼听听啦。好，不过开业以前是从日本的公司上班嘛，从相机团从他们的文艺正面的时间在开业嘛。因为讲到相集团的吧，其实我们最第一件事情，我们头一开始讲的，我们的东山河的清水公园，因为从我哋一开始讲，其实东山河清水公园对于我哋来讲的话，喺一啲我哋 TV 看到讲啊，原来我哋台湾嘅河坝可以按奖，可以按多年，可以按多个功能，同时一般可以做研究。因为我哋講，其實一些真強的一啲專門的時間，我哋從頭講前面的後背的側面的演狀，因為講前面的無強拍，無強震動，咁我哋做東西都唔係繼續嘅。好，但是我哋提供東山河的一啲清水公園，其實做過久，做過久，同時有一啲日本的。好，給公司來做一件事情，其實對於其實蠻細啦，但是我多少就發現哦，冇想到一啲工廠可以做研究，可是其實真很用嘅一啲機器可以去做一件事情。哦，都太好嘅事情啦，我老師啊，屬今年的國家文藝獎嘅得主郭中端老師，其實介紹研討事務所本啊，同學大家提供那相集團那事務所的作品幫下來就看啦，嗰種是印象真深啦，我喺金門作品我說家下，我接到我老師的信嚟講，我來宜蘭做事情喎，有名嘅日本事務所相設計集團可以宜蘭做東山河，我係有上去希望，嗰種事情其實係做到投入咗情況，沒有香港嘅出國讀書啊，不過。作品說的第3面啦，跟日本事務所是攏愛做特別見面，佢拿清水公園的圖本來看一看那圖，一聽到香港人完全的用的，他說特別的工作也放棄，第3面，那就做到宜蘭去，冇想講第2家公司一做文藝生命。係啊，嗰時候等於講。也要一啲機器變開始可以看，我哋講可以一啲新的世界啦，冇錯。可是其實都係我哋東山河嘅清水公園對我哋嘅情感就是有乜影響咯？休息下喎，下一趟我哋同講。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桃園龍潭嘅陳永賢建築師，同人講，伊當初係用嘅開始學建築，同時伊用嘅去參加我哋呢東山河嘅清水公園嘅一個計劃。頭先所以嘅一般講到一般，我哋馬上再嚟問伊講，當初喺東山河清水公園裏邊，你哋最辛苦係乜嘢？因為清水公園伊個景觀嘅設計啦，唔啦。建築天天啦，就幾條河啊，樣樣嘅規劃，分段來做，嗰種是客家對水河川的規劃，就土木的思考，還蠻有景觀的思考，不過嗰種是差不多30年前咯，還剛剛解嚴，客家對河川，還有對海洋的限制生態，從而以前的人從而去海巡，都從而本人講，你做乜解？有海防的人就會過來嘛。所以大家雖然講人帶到台灣，對水老水的感覺其實有真疏遠。不過清水公園就改變人的觀念。這種是東山河截彎取直，是做防洪工程，因為宜蘭常常落太水會有洪水清水公園開始做以前，其實在截彎取直的河川，截彎取直以後用
两边的堤防啊是庆过，因根本都弄水咧，无强哈，根本看不到水嘛，不过清水公园拄好截弯取之以后，陈定南县长就看到要起飞，伊讲河川改建之后就差不多2-3公里侧，还够宽度有100公尺，安尼起飞就拿来做清水的设施，因为佢看到日本的建筑师象设计集团以前做过一条路，还够郭老师以前要治水的这个理论很强的，起飞就作为日本想要找集团来推板做事情。最后的原因是讲人要用水相连接不能宜兰是夺水的所在嘛原住民以前噶玛兰族也是在水乡底部都生活做马俩改建以后因用水的观念很疏远所以讲要新的观念讲因要用水的堤防来改建韩国水的公园做得非常跟水有亲近的关系要到理念也是都是革命性的，对台湾来讲革命性的事业拄好差不多做7年第1期、第3期那要清水公园选台湾他搞所谓散步的所在端午节作为划龙舟韩国有国际性的西洋式的划舟作为比赛，从摄影的到录影全部都有好做个底部都游戏、运动休闲的所在所以讲台湾的河川改造的第一早典型是从清水公园开始。因为其实这个真的可是做喺香港的路有真的是转上走去宜兰一看也被清水公园，基本上都感觉到原来我哋的河坝可以变成安尼。都变成讲我感觉到其实早期对河坝的，尤其香港的太河坝，嗰種講法都講佢最後都講好簡單，好過上前，好父母那種哥哥啊都好嘅。但是我哋特別關鍵講，因為當初我哋呢東山河堤嘅規劃嘅時節，都永遠講要花很多錢，要做研究。真又像一個日本的設計師了，怎麼沒有台灣人了？其實這時間，天生上面從頭看到吵來吵去，但是你等到真的做出來的時間，一直都更加，都有影響。看更加的所謂的那個嗰種嗰種嗰度訓練，可以拿去表述那樣。係啊。可是從一開始對最一開始都開始去參加嘅，也要幾百個地步嘅話，一開始係咪開始對富區的嗰種人文啊、體力係咪開始做調查咯？我唔錯。你做要條河壩以前是頭一年是做青島台灣的調查所以規台灣都行來行去啦我嗰兩時要參加台灣頭做都行到台灣面前面材料很用的韓國前面風土的建築很用的素材很用的氣候的環境很用的真有神奇都講要到建築師唔係開始都開始發圖，神一離行，神一看，神一調查，調查幾年以後才開始做。所以講清水公園底部的材料，青島台灣本土的材料為主。嗰種是陳彥宗還講，你用按便宜的石頭，河壩土的石頭拿來做按貴的景觀結果做出來，他講原來本土的東西的素材。適合台灣風土的素材建材，或台灣的這個產業可以提供的這個建材才是最好的材料。所以講做青島研究啦，做顏色啦，材質啊，工法，比如講細沙嘅，人家多數都看到細沙嘅，嗰種是係30年這樣開始全台灣的冇嘅全部用埋個淡料。瓷磚，係冇二丁掛，他家都唔知講細沙嘅安江，韓國宜蘭本來是細沙嘅故鄉嘛，宜蘭石青江，也到建築師很敏銳，你都看到日本的建築師比人台灣的建築師很敏銳講，安尼材料來用到安尼，河川的景觀地部都唔幾好啊，我嗰種是請唔到師傅呢，請唔到師傅是從簡單的開始訓練起，清水公園從洗石子等於是文藝復興的感覺把最適合宜蘭的
材料侵到做了，然后变到讲景观界哦，他甲用安的材料变到很习惯。可是等于讲，因为东山河的一个清水公园的地方，伊唔单止係我哋講建築嘅本體，而這個等於講，因為地方地方包含了我哋台灣的風土嘅調查，好，同時是我哋呢台灣的使用材料嘅調查，好，我哋呢工廠技術嘅調查，好，可以用到本土嘅材料、本土嘅技術，好，本土我哋講在地的美感。好，這種東西全部用喺聽我哋咧東山河嘅一啲基本地方。咁後來，因為你剛剛講話，其實建築師幾多啊？有啲人講啊，我的夢想就是蓋摩天大樓，我的夢想就是蓋好某個東西。可是，後來做一件事情，都同因為一開始嘅嗰種悸動的相片，其實是很雷同，就是講因為建築同私人同土地，可是也其實我行路也要我哋講東山河嘅的基本地方，其實冥冥中也是真的講冥冥中的安排。比如講細細個10歲以前啊，在龍潭，嘅龍潭都見到茶園啊、河壩啦、水圳啊，嗰陣時差唔多11歲就去台北讀書。我童年結束，沈西耶穌講一種影響你童年對環境的影響，真的很深啊！都明白都宜蘭一周條路講宜蘭咩蠻有開發，係啊，幾時啫？清江，清江嘅山水，都明宜蘭咧西做到一條段落以後，要走到台南，成一台總做去。921鐵同係會上大學教啦，都未結束後，結束後，象集團本蘇縣長，嗰陣時嘅台南嘅蘇縣長，搶東宜蘭一周條路，就開始調查規劃台南縣嘅風土環境景觀自然專業的，所以按呢一樣向啦，這都深深的融入我的血脈裡邊度咯。都明係設計概念，做總化概念，親像係10歲以前的失落的童年又接軌咗，都在那樣嘅感覺。因為後來這個位水牛建築師事務所開喺台南嘅土橋嘛，土橋村。因為我哋想講，做乜嘅嘢其實要參加過按台灣嘅，其實對建築師來講，如果我哋講公之標比呢一個記錄啊，同時要得到2013年咧，我哋嘅開咗個建築師獎，即係講按你哋人哋講有金字招牌嘅經驗啊，你哋建築師，應該會把入去講建築師嘅事務所，做我哋態度師啊，按你睇人看得到嘛，好，那會到安嘅啦。但是我都想講，做乜佢會想我幫我哋土橋咯？家講係千萬人考到建築師，因為我離開上集團，差唔多做到文藝生命站離開嘛，嗰兩時係45歲。就想講差唔多時間，我設計出來概念，設計出來概念，到底有概念嘅事務所，按萬張概念嘅人啊，到底要做乜嘅？嗰種差唔多34張概念嘅建築師相當冇重要。不過78歲以前啊，做宜蘭台南做差唔多5年嘅時間啦，嗰陣時做青島嘅環境嘅調查啊，知道台南要到蔬菜根本重要，真的文化底蘊很深，青島文化底層，包括古蹟啦，聚落啦、自然村啦、河川啦，有啲都因為台南的農業大縣，所以講佢相對開發較慢啦，嗰種時韓國高鐵要通嘅，還想講去搞一塊嘢。嘉南平原好像是我的藍海的，想講他搞出這一態度是，他就講做得因為從台南做很多調查韓國同台南的人也變得好朋友，土溝村的村民啲講概念，事務所每個都攏係請好勢，講來冇，係講好冇問題想講冇問題，因為高鐵通了以後一日生活圈所以我想講應該冇問題概念從台南交通沒問題，韓國一個好處
不衰真便宜，一人也唔是100克，现在能用啊。而且像下边人讲所有收费嘛，够便宜啦。便宜啦，系啊。嗰个虽然讲我哋成建筑师关于蛮难开始成立这家建筑师事务所，但是以前那些途径嘛，有这家俾伊哋打算咯。休息下，我等埋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上档节目，我哋来自台南龙潭的陈元贤建筑师同我哋讲，伊喺做乜嘅会提爱等台南嘅土桥变成成立一个水牛嘅建筑师事务所，同时伊嘛做过多鬼神奇嘅一啲设计哦。我想请问一下，我哋建筑师因为其实我哋提供台南嘅土桥村，其实佢有名嘅经验。尤其係伊開始有一啲農村嘅一啲美術館嘅時間，其實上個軌道願意看，我即個嘛有看過啦嚇。嗰時間我哋講即個睇幾片落，我哋講落腳以後啊嘛，譬如設計嘅軌道，譬如講水牛嘅書店啦，水牛嘅偏數嘅一種藝術裝置啦，還有普通我哋講嘅農村美術館，一條所有嘅嗰種設計嘅理念都係很用咯。係都做因為講農村要有這個美術館。因为土橋村做社区营造，清早就開始了還嗰兩時還忙7家口營業以前，還做台南做事情縣政府的事情有一個規劃，台南縣的城鄉風貌綱要計劃，嗰兩時是縣政府請來了就去做規劃，做青島的農村的調查。杭多亞土橋村的時間赤道亞雜村，雖然講大家講挺普通啦，那就挺有味道。因為講土橋村的村民去搞很自動，就開始做社區營造，也社區營造土橋村的農民的體態和青島差不多40歲一群人啦，挺有精神去去搞自動自發，講係。像講一樣的土溝村按用因的農村的那個改變按用行下醫大家農村都衰敗按用行下醫，都好下醫調查家就有農業就結緣變成好朋友他就講好幾片來先要土溝村，因為沒講環境美聽聽人心，大家有熱情跟他做事情。當然不虧費，像我講一樣，農村人用做青社會資源，比如講文建會的資源啊，社區營造的資源，我去搞象集團，青島專家學者，以前還有事務所日本的專家學者，我要搶啲對不對？所以按呢幾費韓國按人員強下，所細雜的空間，細雜的投入開始改變去，比如講。煮沙煮沙用改變到咖啡廳不過路順呢就空地用變到他個做的料理的素材不過三合院的中庭本來兩冇曬過的嘛用變到他個攝影的最高的素材，就一點一滴累積下來就變到一年累積也有年輕人的創作，不過事務所參與的工作。10多年下來累積青島作品出來10多年當然都有，也有年輕的藝術家，很多建築系畢業、建築研究所畢業的同學也很有熱情，大家一起共同合作，有專業者要有社區的人物，還有學生要有很少的資源，可是大家一起來改造環境。所以講農村的改變，沒講改造環境，產業也挺重要不過從農村的環境的改造，它給它變得很有自信農村也是有未來。韓國人去個結聽了從事務所殺出幾片那兩事務所收購啥，變成土溝村最大的產業，最大的服務業
所以讲按那机会啊，那喜悦韩国专业者的投入来想讲，土国村就是像阿伯哈共用的，来家人，我去做农村美术馆的那个，比如说水牛书店啊，还是本摄影的好故意特殊的素材，水牛艺廊办活动的时间小艺术家他开始做这办展览、厕所，所以这些公共服务不只是让我有机会参与，好像这里社区的活动，也训练我事务所的年轻人，他们自己动手做，有机会不是关在图室里面自己亲自做，那个少的资源，但是有很大的效应他美术馆不是说真的有一个馆，是整个村子都是美术馆，那馆一样的因为当初其实我们去开始去土牛村开始，土牛村开始有发展的时间，我哋都已經有去看過嘅。因為其實因為我自家嘛開始我們喺做社區營造。可是其實我發現我其實這個土牛村對我哋來講，我哋整個台灣很多農村的縮影啊。就是人口老化，然後特色也沒有特別的產業，也沒有特別的特色。然後其實對幾多嘅社區來講嘅話，一路過簡單啦，一路人口路曬出去，路應該都種木，然後我耕田路田路飛的。但是我喺度發現個路上頭東的那建築師講嘅，其實如果有幾多人強人條件，同時我講最感動嘅講。土牛村的人自己對自己村莊冇標氣啦，好，然後慢慢的投入，你像頭東的跟建築師講的呀，真的是工人來，好，唔單止係藝術品的一個幾多藝術品，同時也要投入以後對自己本身來講嘅話，也要存的冇因為講啊，有啲我哋等下啲老嘅呀，我哋都冇辦法，有啲因為講其實我哋還可以留下來，等生意嚟過來，係啊。可是變成講，但是我而家都想講，像這個建築師師傅說設計啊個東西，我想講，你這個有設計過客家嘅建築物嗎？你這個行業啊，都是時候留一些吧。唔錯。那這個可能要提前任務所以做客家種。是做台南啦，台南的玉井村還有叫南溪的江家古厝的。江家古厝的整體規劃，韓國歷史聚落的登陸，韓國整個村落景觀環境的改造計劃，其實我們做3年，做3年是陪伴呀江家古厝的村民持續3年的改造。江家古厝客家種，不過佢哋要有村民你唔會講客家話，好像是早安課。不過真的做求證講，給他那個正廳裡面有虎爺所以是標準的客家村落，但是也全台灣最大的單姓聚落姓江那個江家古厝我們做得很董應整事務所做3年韓國出版品要有做，景觀要做得清透些，所以江家人心甘下來，都兩當然很送芒果本來的這第一件事要江家古厝，和多米萬巒的水與綠的計劃沒有拜託是不是一場噶所以做萬巒的整體的規劃，韓國潮州的戲曲館多米又做美濃的兩座差不多個好的美濃國小的改造。韓國中禮和文學步道，鍾美英老師有邀請我們跟他一做，嗰陣時要做一道美濃的調查，咁北埔沒有呢？北埔咧景演張滿神的作品，東興郡的水圳改造計劃，跟浪漫台山線的計劃基本都客委會支持的，張做法好，好像很受歡迎啦，都咧。韓國又找我一個故鄉的安尼啦，是客家茶莊博物館，所以雖然講離開這個故鄉走回南部做事業，不過也冇記得人這個客家的文化這個事情，也很喜歡參與的。其實我發現到講，其
跟住是參加安嘅地步，有幾層嘅人文嘅一個樣嘅地步，亦係唔係啊？係咪即個本身都特別愛個中意嘅安呢？係啊，冇唔錯啦，嚇，因為我自己性格也樣嘅啦，從高中都太好嚇，都係老師全部嚇會引導我去這樣嘅方向，還個。去宜蘭州投入講像設計集團，本來就是集團人文質感精神嘅，一路行下來，我專業哦，就冇離開呢事情。係啊，而且同時其實，人講呢個其實對這個故鄉應該蠻幾懷念啊，因為我哋現場有啲版畫，因為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有版畫係蠻個素材，然後當做應用嘅去幫助也做出一版畫。有版畫我其實我唔曉做版畫。就去年有一隻機會哈，應該台南的朋友在樹人國小有版畫班演習，我一參加3面替白做版畫，跟老師都冇嚟講，哈，指導老師冇嚟講，做啲做乜嘅，還上來上去講哈，做我去家已經遺失的老家，主要老三合院啊，抽龍潭這一分，啊，我阿公過身以後是讀得的，我做太好嘅時間，伊去甲伊調查過，而且有名嘅林慧成教授是我畢業設計嘅指導老師，沒有做給他書底部都有下功夫，非常典型的，客家的這個老村落老三合院。不過我作品家我阿公過身以後，冇3面就插出來，我就想講啊，來呀。把這個記憶中的老家哈重現啊，所以用呢個主題做出了一種咁嘅版畫。嗰時其實也係算這個心中地部一啲，我哋講記憶的實現化。記憶實現的種。哦，自從把做出來以後，唔係可以看得到已經一路按講，好變成一啲版畫表嚟嘅。係啊，看到冇做冇留下來。佢當然講我哋故鄉嘅奶嗰一念，其實一念到咧唔單止係對人嘅心，同時嘛，我念到一當然一生人而做嘅事情。今個感謝我哋咧跟住時來現場同我分享一下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歡迎大家喺有閒來土橋村視察老了什麼。於是啊，我聽下你先下來，一通哦。